又想你了，你在干嘛？对呢，大概拢是我主动甲俊杰讲我咧想伊，问伊咧创啥，敢讲伊拢无想我？今仔日我是较矜持的，看伊当时才会主动找我，来一个欲擒故纵。妈，你雄雄走来公司啊？啊，无甲我通知一下。我是一边的董事长，我来公司看即马营运的情形安怎，需要先给你报告是无？或者是我爱先写签停去，等你签字了后，我才会当来。唔是啦，妈，我们哪会是这个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拄则我甲俊杰，阮去生产部门甲主管开会，我烦恼你会等伤久。你哪会连这也在烦恼？苗英，你是总经理，你的责任就是替我甲公司经营好好。是讲，我看最近咱的会伫海关卡掉咧，这个问题真严重嘞。供货量若是不足，就会影响到咱对经销商出货约定。阿妈，董事长，亲像这款问题，就会该当寻求正常管道啦。我嘛已经打电话去联络海关，叫人赶紧处理啊。啊那安尼，人因项目顶迄边是安怎处理这件代志？有啦，妈，拄则我甲俊杰有咧讨论这件代志。上顶因的白肉鸡无去海关卡掉，真紧就通过啊。啊，毋过这不啥正常的。这稳当是李有贵，甲海关的人员拢按来甲真好势，那安尼就用，你处理代志的速度就伤过慢哦。妈，董事长，假使你爱我亲像上顶同款，用违法的手段来去处理，那你爱知影，以后咱的物件若阁卡在海关，那因会认为咱同款爱提钱出来，才会当处理哦。所以物件卡在海关，你就怎啊放咧唔处理？董事长，我嘛不是这个意思啦。美国迄边的白肉鸡卡掉的，迄是因为伊迄边有禽流感。假使咱若是当想办法摕到禽流感发生之前迄批货，那安尼咱公司供应就无问题啊。即马俊杰都强要甲刘慧婷做伙，我拄好会当利用这个机会，互因两个分开。董事长，假使你认为这个方法会用的，啊无我即马随派人去美国遐，甲迄边的鸦片公司签新的合约。这个方法确实袂歹，是讲这遮尔要紧的代志，俊杰，要无你替公司走一撮美国？啊？董事长，我只不过是公司一个经理尔，我的职务去讲适合。若是要去哦，较怎讲嘛是爱去哪去啊？毕竟哦，伊是公司副总的，会当决定代志嘛较济。我是董事长，我要派什么人去，什么人就爱去。我再讲，进前你安尼哦，得势若情，这抓去美国，拄好顺续会当去甲若情阿公甲因爸爸妈妈当面会一下失礼。董事长，你讲了有道理。俊杰，这件代志就交你去美国处理啊。好啦，董事长，我即马就赶紧去处理重新签约的代志。我感觉咱两个愈来愈无共识。俊杰
甲慧婷的代志，你甲我做对。我要爱香美倒转来一品，你嘛共款反对。好，接下来我就看你要安怎处理俊杰甲刘慧婷的代志。慧婷，嘿，俊杰，你来到多好哦！我当好你试一下我新开发的产品。哦，来，哦，这里。安怎？哎，真好吃啊！这红豆对吧？阿哥有。阿哥有。这气味敢若是蓝莓对吧？哦，那哪里厉害？冰封，答对了。哎，讲真诶，你做这口味真正袂歹食咧。若是边日边修哦，边一阵啊，才佮摕出来，一定会更加好食。我就是想要安尼做诶。真正我甲你讲哦，我已经想好啊，我要做一个创意甜点的企划。哦，就是 idea 呢。到时阵我要互你做头一个试食的人。快点歹势啊！可能我无得做头一个试食的啦。为什么啊？啊，你的表情哪会怪怪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等我阿嬷，伊派我去美国出差，所以这段期间都无到见面啊。去美国？啊，是要去偌久啊？上晚是1个月，啊上紧嘛要2个月吧。遐尼久哦？不要紧啊，一工课嘛，这也无法度。会了，今麦当视讯啊，遐尔方便，小心来一个就好啊。快点歹势啊！当初是讲好要2个人做伙去面对，到即马煞放你一个。哎呦，不要紧啊！我若是心情无好，是感觉孤单的时阵，我会当去你的秘密基地啊。安尼我就当感觉你也是伫我的身躯边嘛。好啊啦，莫又头壳面啊，我无代志的啦，哈，别烦恼。无对，哦。要定定敲电话我，我会定定敲你。俊杰，我知你定吃。副总诶，请问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要到美国迄边调薪车效益，有几个副处调整，我想要加去你。歹势咧，这摆本来应该是我去的，谁知影莫一定爱你去。也毋过你放心嘛，台湾这边会停吼，我一定替你好好照顾你。有啥副总？啊，毋过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员工，无需要副总特别照顾。你若是有啥物代志想要交代，会当甲我的主管李可欣讲。慧婷，敢讲你毋知当时对即摆真无介意你，嘛是因为安尼啦，伊才爱俊杰出国，伊拍算要对付你啊。慧婷，你好好做，若是有拄到啥物问题，你找总经理。俊杰啊，我应该讲你单纯，还是讲你无巧哈？阿妈已经无介意慧婷啦，你叫伊找总经理有啥物路用啊？你也是讲应该会切的啦，才免害伊哦，去受到无必要的折磨啦。还不食啦，看改紧起来好啊。莫生气啊！慧婷，我讲过去安尼，你向公司要请一下长假，等我回来了后，伊再来上班好无？袂用的啦，俊杰你莫烦恼啦，我真唔相信哦，应该对我安怎？好啦，莫烦恼啦，你紧回去上班，莫互人有机会讲咱的闲话，哈，紧去上班啦，我无代志，哈。好啦，紧去啊！慧婷，答应我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拢一定爱甲我讲。
不通因为惊我的烦恼，都拢唔甲我讲好无？我答应你。妈，哎，坐起来。啊，你出发啦？是啊，今日车来等我。啊，敢莫甲阿嬷讲一下？免啦，应该是咧困，莫去甲吵。俊杰，啊，你啥物时阵会回来啊？代志办煞，我就随转来啊。对啊，可是，我一个好兄妹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，但是哦，我无联系段期间，你敢会使莫甲创立会庭啊？你就只想要讲这件代志？哎，俊杰，这你放心啦，这段时间哦，我会甲辛苦咧，袂晓甲辛苦去做会庭的麻烦啦。我才想要讲你的，你上好是莫趁这个时间哦去找刘慧婷。那安尼哦，你就要自己甲伊冒费。我去你的办公室找我你，我找无你话找会庭，我咧讲无过分啦吼。足过分呢！俊豪，其实我有一个话想要当面对你讲，唔知影敢会会啊？你讲啊？俊豪，你即摆已经是副总啊，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所做的每一件代志，你家己拢爱较注意的。啊，若无公司的人会有样看样，尤其是对查某囡仔。就是讲呢，你哦讲话上好是较注意，较免互人感觉哦你拢在讲豆腐。我食人豆腐，当然讲豆腐啊。好啦，回弟咯，你就是家己较注意就对啊。以后你是哦，要接总经理的人，我的话就讲到这，我的时间嘛差不多啊。啊，我无伫这段期间，你家己该好好保重。冇代志，我送你出去。好啊。俊杰，啊，你家己爱较细力哦。我知啊，我讲话你莫知无？知，拜拜。俊杰讲的哦，嘛是足有道理的。亲像你这种爱去酒店的查甫囡仔，谁会介意啊？我看刘慧婷一世人拢无可能介意你。安尼吼，我嘛甲你讲，俊杰这世人哦，无可能介意，因为有人看到你像做阿杂，送你两个字，烦死。什么烦事？你才烦事！什么都鬼？规个厝内人吼，都敢若你上了解阿嬷的想法。是否还记得这是我们走过的第几个冬天？是什么样的魔鬼隐藏在你我的世界？你是否还记得我男朋友真正无共款，有人通好我靠的感觉真就好。这是当然的啊。可是争吵却接踵而来。我在相爱跟祝福之间徘徊，一直努力不想让悲伤打败，却找不到对你好又不委屈的题材。我在等待跟放弃之间徘徊，不想后悔也不想噩梦重来，却想不出是你先开始的啦。又不委屈的安排。对了，司机，较难人什么就交流啦。我想要去一个所在。
我哪会遮尔无路用？俊杰才打走，我就开始咧想伊啊。俊杰的飞机小弟敢会为遮飞过？慧玲，你敢毋免去美国啊？无啦，去机场的时阵，我向用接到电话，讲我的班机延误，我唔要食飞啊。对啊，你哪来遮？我困袂去啊，我想讲你是暗时的飞机来遮，会当离你较近。讲真个啦，其实原本我想要肯定到找你，不过我又较惊袂赴，所以我就叫肯定车司机载我来遮，一个人来遮看看，再去走。结果一来，就拄着你啊！你去抓去美国，要好好保重家己咧。是你爱好好保重。这摆我阿嬷调故意哦，派我去美国出差，去处理代志。意思已经1年了。慧玲，若是你有拄着啥物麻烦，你一定爱打电话给我，我会随照当来保护你，知无？我毋是囡仔，免烦恼啦。若真正出现啥物款问题，我家己会当解决啦。难道是你这届出国的任务真重要呢？莫因我分心。应该会使，莫这样为我想啊，哈！你当对我使性地啊？讲哦，你想要跟我做去美国，还是讲哦，你不爱我去美国？只要你开嘴，我拢会答应。慧玲，我是真正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代志，你知无？俊杰，有可能是因为我自细汉就无爸爸妈妈，所以孤单一个人对我来讲，我已经真惯势啊。今嘛有人会当伫我身躯边跟我做伴，我已经感觉是天公伯，看我上大的运费啊。所以，就算你人伫美国，我嘛知影咱的心是连做伙的，我袂因为安尼就无安全感。我会乖乖等你回来。你无伫公司这段时间，我敢若会愈来愈想你，其他的拢袂改变。慧玲，多谢你。是安怎改？我甲你讲，谢你重男轻女。你当初嘛有跟的小三互相骂你们，你敢有问我？我是要安怎尊重你？我是不得已才都安尼做，这毋是？你是为着要成就你家己？到是你的工具，大做是你的工具，每一个人拢是你的工具。安尼，你有体会过我压力？你有体会过我肩胛头的责任无？我感觉，根本。甲伊比这个公司，拢袂比起。阿姨，我希望你莫甲我受伤的代志甲俊杰讲，
无想要害伊有啊烦恼。你哦，你就是安尼处处替人设想，遮尔啊大心，阮俊杰才遮尔爱你。而且即摆俊杰人搁伫咧美国，我想要代替伊好好照顾你。谁知影对遐尔多好，我互调职，伫咧公司看到阿姨的机会搁较少啊，完全无尽到这个责任。所以我毋才想讲，应该赶紧甲这个人掠着，莫互你压力遐尔大嘛。细汉时阵佫真同情你，不过我即摆发现，你毋是可怜，你是悲哀。好佳哉，我介意人上来就毋是你。你咸去啊，刘华婷！恁家要选你俊杰甲伊做伙，甲我真心藏伫涂骹搭。对吼，啊俊杰就遐尔善良，伊就遐尔卑鄙，你敢是你家的人啊？就是讲的，比我这养女佫较不如。你竟然是你家的大孙哦！哇，真正是家门不幸嘞！我甲你讲哦，伊妈进前哦，佫有替伊去验过 DNA， 我嘛毋知影迄报告是真诶还是假的。不得卡是伊妈哦去拜托医生的。我即马哦，真都足感激你的呢。感激你当初假做是我，何总经理收养去做千金大小姐，啊，若无我就无法度互我的政府爸爸收养啊。哼，你真正是足无志气的，不怪我公主命。唉，你哦，就豆豆啊，吃得苦中苦，啊，毋过，我感觉你无迄个命，成为人上人。我毋是无公主命，我是无公主病。无亲像你啊，自细到大汉，规头壳想的，我是安怎养别人啊？我毋知道要安怎好好做人，真是够悲哀的。